今年7月，丹那市风台是升长规个南部数万的太阳能板大受损害，也气电共生的这个政策呢，就引起议论。面对极端气候，台湾历练这条路要安怎行？台语台新春内网下暗7点半来看风灾当中台湾供电的困境。这厝顶挂，这兴起啊，往这边看，你啊看，这就规个拢无去啊。 这是已经有经过整理啊，厝顶挂也唔知死生感啊，规个拢歹去啊。丹那市风台严重损长南部的城市，侪供电板嘛伫咧透风的情形之下，真侪拢扫甲歹去。面对极端气候，豆真做伤害，用事业只好家己调整防灾的观念，对政府落措推动的绿能政策，加减有一寡疑虑。伊个极端气候部分，我感觉啦，我讲首先啦，应该是遮即个太阳能板吼，恁有看到新闻嘛吼，伊个拢就是固定无好啦，歪条啊、歪起的啦。吼，我讲首先是因为咱迄阵啊无法规嘛吼，但是咱即摆已经发生这代志，我感觉即个法规是毋是应该爱对咧加强？太阳能板歹去，嘛带来环境污染的疑虑。环团真侪届质疑供电设施的安全，甲回收的措施敢是有周知。 建的所在敢是有合理，像是渔民的收入嘛受到冲击，政策并无真正落实。你若破去了后要安怎？你敢真正穿会去？阮都看迄制洪池啦吼，也是讲迄气温啊，阮最烦恼的呢，迄玻璃啊碎去内底，你若插到要安怎？系啊，搁一寡迄垃圾物件，咱唔知，可能对咱生态环境的饮水安全嘛有疑虑啦。像我们这边光电板吼发的电。 阮遮发的电就是拢伫现场使用啦。伫高雄弥陀回乡的青年张普仁，伫地方创新的咖啡厅使用太阳能。不过，伊强调讲，绿能政策的理念虽然是好，若执行的时阵无要意地方的需求，原地规划渔电共生，嘛会变做无意义。即马天公伯发变面就变面，所以其实那以安尼观察起来，其实路上型的不见得是一件无好的代志，但是路上型伊的插起来设计其实我感觉伊有伊改善的空间啦。风台内毋但甲太阳能板吹歹去，嘛考验政策的规划敢是有周知。极端气候已经真做常态，台湾绿能的这条路，还阁需要更较侪修正甲沟通，才会当真正走向未来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综合报道。